外妈的故事。我的阿公甲外公，伫我还未出世之前，就已经过身啊。阿嬷是伫我7岁左右离开的。公陪时代内底，外妈是岁数上长的。嘛是因为安尼，我对外妈有较深的印象。我住伫台南，妈妈的后头厝伫嘉义。若拄着过年，也是歇热，就会转去较久的时间。阮通常住伫阿姨兜，外妈会骑伊的乌托摆，为空军市场的另外一边豆豆仔驶过来。外妈身材悬佮胖，头毛夹甲短短佮过软，红色的饰质配合穿插，看起来真煞拍。外妈讲话大声，足有气势，囡仔人毋敢忤逆伊。虽然是安尼，逐摆要离开的时，外妈嘛是会买菜市仔内好食的肉酥，也是煮一大卡麻油羊肉米糕，互阮做伴手礼。迄当阵的外妈精神足好，含阿姨、姨丈、阿舅、阿金一寡亲情伫客厅开讲，做伙拍牌，一个晡一个暗就过去啊。阮表兄弟姊妹一群囡仔人伫边仔，嘛算甲介欢喜。大学1年的历史课，老师派一项考述历史的作业，请阮访问一位时代，写出伊的故事。我想来想去，无比外妈佫较适合的主题啊！只是迄当阵呾读大学，功课、考试、社团、交朋友无闲刺激，无时间佫转去家己一逝。最后我决定为妈妈遐了解外妈的故事。根据妈妈的讲法，外妈是咸水人，伊的老爸，我的阿祖，捌去南洋做生意。外妈嘛捌去日本读做产师的课程，毋过结婚后，就伫厝内换家顾囡仔，无出去食头路。我咧想，可能是因为即款的背景，外妈变做一个真有胆量的女性。外妈有5个查囝，2个后生，其中有3个住伫国外。伊一句英文拢袂晓，批伤寒咧，着家己一人坐10几点钟的飞轮机去美国啊！有当时啊，佫偷早故乡味的烟尘通关，即马想起来，感觉真趣味。大学4年，我申请去日本交换学生1冬。转来台湾的时，外妈已经带入去安养院啊。去看外妈的时，伊甲我的手揪条条，毋过话拢讲袂出来。佮过冬外，外妈就过身啊。少年时毋捌代志，佮惊歹势，无听着外妈讲因阿爸去南洋，甲伊去日本读书的故事，实在是遗憾。但是我知影，即个勇敢的血缘一直伫咧，对外妈留到妈妈身上，佮对妈妈身上留到我的身上。